讲到这风台3度是今仔中昼12:40的时阵，伫高雄小港附近登陆，这风雨是变叫。气象署指出，讲这个风台登陆了后呢，高雄屏东地区出现14到15级的强阵风，民众是徛袂在，要这铁厝的厝冠呢，规片互风安尼掀起来。飞走了！看到厝顶互强风是规个挽起来，民众叫出声。3度日毋但是造成雨势，一阵一阵的强风破坏力是真惊人。画面内面小货车是海来海去，后一秒就直接互透风扣甲变过去，互人看一个是真惊。加速伫警方的协助之下脱困，共款惊险的有者。警员伫大风大雨内面，甲受伤的查某人挨出来。高雄小港有警卫电，互大风吹甲倒去，造成警卫受困。警方接到通报来救援，好甲再跟他手骹刺伤。我高雄软体园区站车路顶悬是乱七八糟，毋但路顶风吹甲断去，一大片铁皮是直接缀伫路边停车的小客车的车顶，车红顶互透风是扣甲动动害，敢若剩红灯继续咧闪尔。强风靠过去，路边停的奥多摆拢东倒西歪，甚至有人骑车骑到一半，直接互风吹甲倒去，看起来真危险。这是发生伫中华路成功路口，几下骑奥多摆拢倒咧涂骹，因都看到搁较侪是路边倒去的树仔，搁撼着路边的车。虽然讲风雨真大，但是嘛是有人因为要看医生，不得已骑车出门，嘛有人要过车路，所以因为风伤头等1点外钟。会甲教去啊，我袂当，我袂当行，就爱等几点钟。点外钟注意来，我就还阁唔敢过。我要去大东边啊，会啊会啊，慢慢啊骑啊，无法度啊。规涂骹拢是碎玻璃，透风大雨直接灌入来室内。高雄一间大楼41楼的窗仔门，被风吹甲破去，镜头转去高雄的生意饭店25楼大厅的灯具嘛，一直海来海去，连外国游客嘛讲风台是真恐怖。同款是饭店的惊险的画面，高雄汉来大饭店，后3度日的透风一直扣，看起来玻璃门都要破去啊！饭店7、8个员工做伙用马身挡门，抵抗强风。3度日造成大风大雨，袂当大意，毋但风速是破纪录，嘛，互高雄一直传出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